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咧个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，家咧讲到吼，大家食可能要用到嘛，家咧刮痧。刮痧两件事情都中医地图吼，哇，其实嘛个眼力咧，系讲其实刮个世界注意嘛个事情哦，今日当绕墙都中医师来到节目地图，让大家来分享哦。大家来分享今晡日个欣赏，其实你个中气 Q 欣赏分享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啦吼，我是中医师中气 Q， 我今日来大家分享的这个咧刮痧啦，因为你创下咧刮痧，但是个刮痧的阵嘛，事情啊，有冇刮啦，地道哦，长好哦。嘿，冇唔错吼，分享欣赏来到节目地图，欣赏讲得非常好哦，因为一般来讲哦，你发音哦很奇妙哎，我觉得你懂很准，因为我们有西医、西医，不过你发音会有中医、中医，大白吼，你讲紧算同个世界是讲，你冇买送个世界，你只是会讲，弄来刮刮啊，然后刮刮吼，唔啲系情绪友好啊，唔系情绪友好，大家刮睇是会讲，哎呦，友好送咯，比较舒服嘅感觉，系咪咯？大家都分享一下刮痧嘅原理系乜嘅？因为中医嘅日常来看就讲哦，你身体若摸调好，你气就摸调好啦。气就摸调，血就摸调好啦。所以摸调的时候，伊就整体会出来呢。所以咧刮痧的目的就是讲，会让你调好变调好。用了种刮痧板落安样刮啦吼，刮啦吼，刮了以后佢气就会痛，血脉就会痛。所以一般来讲咧，你刮痧的目的就微循环吼，帮伊减少。所以。感觉系安样哦，感觉系你气冇顺，血冇顺，刮刮啦，本伊中医嘅观念，血不顺，气不顺，你气顺的是送送的。就跳火。不过当奇怪哦，刮痧系咪特别会风，感觉当像流血嘅感觉嘅。个安样因啦，安样，你掠刮痧嘛，刮落嚟，系啊，见到有问题嘅所在。这系皮肤哦。皮肤刮落以后，佢会一点一点会出来。系啊。有到风嘅，有到雾嘅哦，有到桂片哦。用这原因就来哦，因为刮落去，安样用出力刮落去以后吼，掠种力压力啦，本掠到表面积嘅皮肤吼，按到给血管啊，微血管出血。所以对中医嘅观点来讲，系讲你刮到佢嘅微血管出血，安样对是做啲调气、调顺。因为你譬如讲，你片摸爽快，你刮啦，佢个微血管会破裂以后，佢个气平气会做出来，你附近嘅循环会改，会较惊，气会较跳。所以难怪大班人讲吼，见头痛，譬如两边就胃痛都刮那位啦，冻硬搞有无？冻硬搞就可能是线上讲的气冇顺、血冇顺，刮啦，冻到线上讲，刮啦而家气是痛的，痛的是送的。你刮啦以后，佢痛唔过咁嘅痛，气血唔痛嘅时候就咁嘅痛。所以其实吼，你已经讲到了，大家都整理一下，其实你也是系刮痧嘅好处，都中医观点来看，第一点。排毒，一定会排毒，因为你本身摸调我时节，佢个毒素会掉到了位，你刮来以后，佢会走的。刮啦，等于是做咧排毒概念。线上有讲嘛，比如硬搞血冇顺，气冇顺，所以佢做咧疏通经络。疏通经络。还有阴阳阴阳平分。你注意嗰个血。血就阴，气就阳啦。气血唔调好来讲，你阳的气就唔会痛以后，你哋阴方面会把大部分痛，所以一个血嘛大部分都刮痧刮了，血痛一痛，叫做阴痛阳就痛。不过讲实在话吼，其实像我建议呐，我。当好刮痧，对冇？上次我打田螺打龟，你臭到该龟性痛的时间有冇？你就很同时讲，你做得落来
伊感觉听到冲冲，摸买送送的刮刮啊，真是感觉刮好吼。整个人就很松爽，可是不知道系咩只是因为刮痧嘅效果，还是因为你刮痧嘅过程好像按摩一样，从你按摩强容咯，可以变得好舒服嘅感觉。因为咧刮痧一方面有按摩的效果啦，一方面有咧血脉那个打通的效果。我听人讲过，微血管那个刮刮啦。出血出血以后，伊就血脉袂痛。佢血脉是痛吼，所以系有效的。咁讲像线上你行那俩去刮痧板，你看落非常介厉害。你俩个吹了係咪吹了？你扭角嘅啦，你扭角嘅，你一般都買得到，錯冇？買得到啦。所以挑白嘅人冇扭角，所以挑白人刮痧叫買刮通挑白用通簽，不過你刮痧哦，一定要你慢人做得咯，處處做唔得，做刮了會爛皮啊。處處刮啊，係唔係微血管？刮了就一條筋呢，係皮膚刮到挫傷去。挫傷的啊。所以像係講我下沒有像線上按用嘅刮痧板，其實從痛絲咪做得，痛絲嘅哦，灰嘅做，咩款又發啦，拔掉安裝做的。咁你刮嘅時係咩高掉東西，冇按冇痛。上次咪刮水咪做得。有個肉膏來種裡面，較滑、較好刮啦。而且有啲肉膏係咩？有啲療效。有啲肉膏有效果啦。順勢按摩，順勢有個效果，順勢來撇啊，佢血脈那個痛啊樣啦。咁講吼，講到呢一片吼，你當下特別好錯到該喊他哋先，趕緊啊刮，背攏啊刮，係冇慢來度做得刮，有當然做唔得刮。有等人了，你要地講哦，刮痧了東西哦，雖然方便，特痧是唔會啦。係啊，錯到該有冇？你可能你刮你朋友咪會啦。係啊，當然。佢唔是學啊。咁講緊你地講哦，哪種親人做唔得做樣動作？係啊，老大家都整理一下哦，唔係大家人都做得刮咯，吼，提一點。嘅你婦人家月經都做唔得刮。哦。幼性方面做唔得刮。哦，你要注意哦。還有。就講凍藥咪做唔得，食凍包咪做唔得刮，長疲勞哦做唔得刮。你啊凍氣管咧，一般人意思係講，我凍痛啊、凍疲勞，我來刮痧一下，你電到講疲勞做唔得刮。過度疲勞，因為你刮痧你種放射頭，對中醫來講係瀉，唔係補。瀉咧瀉邪氣，瀉咧瀉氣會幫佢。瀉體的，你用人本身的氣都較不足，啦，你要瀉了已經。對啊，你凍聽嘅時候已經冇埋氣咧，你攞去瀉出去係安樣感覺冇？係。啉酒咪做唔得，大家要注意。還有糖尿病做唔得刮，啊，糖尿病都有嘅本身有出血的嘅病咪做唔得刮，有傷血咪做唔得刮。其實講嗰個，像啦體尿嘛，疲勞咪係啊，體尿久病嘅老人家啦、成醫嘛，做都要注意哦，吼。還有像係停電，比如講你有不明原因的腫塊啊、靜脈曲張，咪做唔得刮。咁刮來很嚴重，很嚴重吼。肝腎功能不良嚴重嘅心腦血管嘅，你咪要注意。注意啊！哦，其實大家看起來哦，大家要發現冇？你講來講去是係講，你身體本身有點偏，有好嚴重嘅慢性疾病，或者有傷口、有受損、有出血嘅，其實都做唔得刮。有等於講，愛腳佢解怪多，刮，佢咪做唔得刮呢？容易講。咁啊，你腳佢偏多時，即佢本身嘅個肌肉要出傷，要刮天氣出傷害啊。真是吼。不過講到你啊，大家會問我，該刮痧吼，甚至刮體是凍鬆鬆嘅，問一下係咩刮？該越沖越好。哦，你講人我來睇講哦，你莫按沖就沖腳哦，莫按沖就沖腳，沖腳咪打傷呢。啊，本來你身體都唔好，你沖就沖到下移，可能嚴重。所以講咩講，你越痛越好，慢慢你講你跳火，輕嘅刮，安慰佢啦，講拜託啦，我本來好起來，佢就會好起來。感覺心上講起來有點心靈腐透嘅感覺，有冇？佢講嘢怪怪啊，怪怪啦。其實我做得了解，心上講到啲嚇，其實我大家都整理一下，因為佢係
一点点微血管改出血，所以你当然会对佢好温柔对嘛。你细些出血是不是又风嘛？你刮到冻冲，你不去太送回啊，你送回皮肤，送回同尿见用的送回度，做唔得啦。我个经验是安样，我要感觉吼刮冻冲，哇，感觉冻像按摩轻冻轻，好舒服。可是冻下时节冻舒服，等于你昨日就冻甜嘛，贵心痛哦。贵心痛，不过讲到了真心。等下你会好好的讲一下吼，有一种经验的嘛，家的你其实不应刮痧，因为外面可以专程请专业的师傅让你刮痧，系讲唔系同专业师傅让你刮到同冲的时间，因为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转移水墨的时间，随后性感觉好像很舒服么嘛个，不过天你造型红冲的时间，你会起到个几十倍咯。冻痛对吗？像系润痛，像系打送的。咁大家就会想讲，安系做得，但做唔得。啊，有當然咪講，哎呀，你看我刮痧嘅效果非常嘅好，到你行嘅背腦很都有痛，都有效果。你到底係錯，又係唔錯，還要刮痧，還要注意乜嘅事項啊？大家先聊下，你下餐，你等下陣仲嚟講。今日要講到中性上來到兩篇，然後大家來分享刮痧兩件事情吼，重意思吼。咁我講到咧，你上一堂節目有講到啊，刮痧講係咩越痛越好，其實唔係，梗係收鬆嘅。收鬆，係打鬆啊。哦，對啦。所以注意係冇。溫柔啦。溫柔對機。溫柔對機哦。服務你貴心加心面呀。咁我講到咧，其實刮痧線上有講到，有都有出圈。我意思講，有啲人，比如講線上講，有健康嘅人，才前兩時冇刮痧。咁個出題安樣人，其實刮痧係要當到嘅注意嘅事項，比如講。你又做了刮痧動作是依度會注意。第一點嚟講，你去刮痧，你要消毒啊。哦。強力啊，因為刮痧所在咪消毒下啦。哦，落去清強力咯，安尼刮痧較衛生啦。哦，較衛生吼。還有嘛介票，大家做咧看。上次你講你按刮得冇冇順利個，種到水啦，種到啲按摩油咪做得，較好刮啦。係冇變性，係威脅可能出現係你皮膚收縮嘅，變性係安樣嘅錯嘛吼。還有比如講刮的時間，日頭會注意。你總得講。動態力啦，強刮就做得，你也做唔得講兩邊動態力，兩邊動強，平均，你平安尼來用力做得，做得講安樣應該刮得做唔得咧。特別刮幾多下咯？基本上來講有效果做，甚至冇真正講刮幾多，120把以內啦。以內係效果好重要哦。喺刮痧嘅時間30分鐘之內。差唔多4之內做得啦。有當然吼，講一下，佢刮嘅時間佢當上會刮，咁個佢刮係講冇風風，係冇效果嘅意思，係講你冇風風又冇效果，大家是咪講？冇效果，我刮到有效果，硬刮。做唔得樣樣啦，你啊刮痧本身你嘅動作有效果吼，唔係講你有看到乜個動風啦、動物啦，一睇嘅烏嗆嘅東西出來，怎麼樣啊？給它刮到動物動風又爽嘅。又爽嘅吼，要注意。所以還有刮痧嘅時，大家要注意點，佢係順刮。順刮。你做唔得？你嘅刮痧嘅方向，方向，就當咪刮好啦。不過你刮了後來，頭前手通通當咪刮到下回來。由上往下。由上往下。刮了兩片的內，都冇咪刮。由內刮到外。刮到外來，由內往外。所以方向一致嘛，方向會強嘛。比如講是像線上講嘅安樣音，係冇是由內往外，會強咯，對不對？按刮。問一下，比如講你刮痧嘅時間，有當然講嘅基本嘅吼，哇，感覺從你熱度好多冇鬆鬆嘅都想刮，做啲學生咧有當然刮吼，幾十倍啷都刮，貴性刮，這樣不好。哎呀，冇啦，你按刮吼表示講你按刮以後，身體咪爽，咪刮爽，但講較稀嘅嘢咯，咪凍甜咧。哦。
咱做反查记咱5尾半刮痧吼，刮来以后吼，去挑那边总起来尔。很严重。很严重啊！佢本来针灸的啦，佢降喺麻尔，本刮30分钟的，佢等于笑就长落去啦。对啊，该不会只加笑吗？你看刮到挑哪买中医啦？佢别笑天啦。为什么？佢甲中医咯，很容易中医咯，系气血乱掉乱。哈哈，所以你讲去挑那中医咧，就是整个头很胀。很胀。是这种感觉，因为太虚了，太贴气嘞。现在头部下水一下么？先撩下，撩到过一下气顺的，长到已经中性上。你看到大很容易系么？所以总得乱刮吼。你系你刮痧该注意事项啦，吼，大家会去。还有哦，比如讲你刮到个骨头凸起来的时候，强的刮，所以你来刮了手骨头没？强的错，强的错，然后强刮，刮，哦。因为了按照你中医的全息，你都会讲，你挑就是按你的背囊啦。嘿，哦，系哦，系啊，哦，先生，我问一下，搿到底刮手啊，刮背囊？你有2种方法啦，直接刮背囊咪做得啦，刮了咪做得啦。哇，当奇妙吼！大家都分享一下吼，係講呢度冇下上學，用喺上去刮痧，所以到底係刮哪一片呢？哪片體重咯？大家都分享係講呢係肩頭、肩頸、酸痛嘅時節做啲刮兩到匍肺。你做得做用啲風池穴，用刮下來，刮到了肩頸穴了。好，風池穴，所以線上就是這邊嘛，對不對？風池穴是了胃啦，了胃的風池穴，按用啲啲啦吼。好，線上你找個名，下不能睇架款。名了，哦，啊，刮到了肩頸穴了胃啦。哦，按用刮啦，按用刮啦，刮到下位啦。係啊。哦，所以師兄線上講嘅，佢講你刮風池穴咪係由上往下，按用音。好，就是肩颈酸痛又好。好，这个是听一种嘿，就是正背后肩颈，还有背肩颈。你来两片做得刮。还有一个风府穴。风府穴就了胃，底部了胃刮。哈，线上做的咋个咧？你比下风府穴。风府穴就了胃没，了胃，挑那了风。这个叫做风府穴，是风府穴。啊，大椎就了胃了大椎啦。所以师兄线上讲诶，也讲你摸下感应做得让你刮的时，其实是正中央嘛。这边刮一刮，可能对你个肩头、肩颈。因为你心筋就了脊椎出来没，你刮帮你强顺以后，你心筋就强顺。嘿，不过线上进中医就是当有意思，你可能你只是。肩颈痛、酸痛痛的时候，做啲样刮，先生讲咪做啲刮手。你看你平时有大家讲到，强拢系肩头啦、肩颈的。手骨的，这按照全息啦。哦。全息的意思讲，按你中医的理论讲吼，你一只手掌咪做得灌了全身，灌贵性，所以耳穴孔用。所以线上从俩全息是我们的俩只手指头。俩按你俩背囊骨啦。哈，所以线上系讲你刮俩手，你做得到大家都讲呀，强刮，强刮，你做得种个按摩膏，种了按强刮，啊，就俩未刮下来，就俩胃哈，俩胃刮下来，都了胃，了有一只横纹嘛吼，了按刮下来。啊，按用明眉一种解方式吼，係講到按用其實咪做啲舒緩下你嘅肩頸啦、肩頭嘅。你意思啊？摸皮沙都順啊！你感覺一家摸爽快，你一家種咪做得，你按種以後，種兩片，種鐵以後，種兩片啦，係啊，兩記手做得。先生講到很好誒，比如講啊，你摸下肚或摸你做得讓你刮在後背時間，一家刮手指也會有效果是做得。因為咧末梢嘛。是。心筋就了出來，就了背囊骨出來，啊了肚了胃來嘛，啊你刮了咪做得，刮了咪做得。我就當有意思，你講到啲啊，大家都會知道講，哎呀是面痘啦，酸痛啊，其實不是只是這樣子的可以刮痧，你邊講到腸胃改善，腸胃嘅方式哪有哦？做得啦，大家做得胃腸我咪做得刮它，你刮了你影響些就了胃啊。了胃啊，就了胃，了挑的時候，了皮孔咁樣過來，啊，都了挑線咯，因為
有一个就是线上那个法令纹啊，法令纹嘿啦，法令纹，看大家记一下法令纹，然后俩挑偏俩横线的那个交叉。哇，这个学最快，两开始我俩好动给就是法令纹跟鼻子这一条的交点的那个点。你这样交过来，这就是法令纹，嘿嘿。这个，所以现在按用刮是可以的。昨天按用刮的，按用锵，按用撞。我觉得你那个刮痧板好像很好用，港工你那个很像宝物。没啦，我觉得信上自己，因为俺俩记用个顺手啦。啊，好，所以按用嘛做得改善肠胃。好，当然你看肚脐改变，肚脐这样刮，肚脐就俩天枢穴，肚脐改肚脐，就俩天枢穴就俩连按下来。就俩那个肚脐平行，俩就天枢啦。两侧。两侧。用亲朋友有注意吗？线上讲哎，就是从你的胸部、乳房往下，好，到肚脐平行交叉一样的那2个点。哦，那这很好找哎，就是因为有线索，有吗？因为找到那2条线的交叉。有参考坐标。有，对。你说像后面这个还要几盖要米亚讲哪一篇？你按关啦，按关咪做得，按关哦。这样，我做得。哦，这个抬价独地嘞，哈，竹山里就俩位啦，俩位刮下来咪，你。如果线上强容要从上。按刮下来，按刮下来。要一样要从上往下，用亲朋友情绪的注意哈，莫线上讲系脚骨嘅，吼，你是由下往上，按用是总的。你刮痧吼，你刮痧嘅一定会由上往下，由内往外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冲劳改黏力哈，大家有发现吼，其实刮痧也是大家起到酸痛停停哈，你讲到底啊，线上有老大家讲到动作嘅方式，憨憨啊，系讲屁股若讲有嘛个切刀来讲，你安怎做得，刮咪做得嘅，刮咯，今咪屁股咪痛啊，刮咪屁股咪痛。哦，感觉是一种按摩的感觉哈，所以其实真的蛮好的哈。你听出来刮到风哦，其实线上讲诶。刮到因为一定是刮痧，我相信按用没按摩，壮的，叫你皮肤咪好。系啊，那还有嘛个来教本大家聊下，你地下当中来讲。今日大家咧分享係刮痧吼，線上上堂節目要分享到當到係譬如肩膀痛就啲刮肩膀，唔係咪就啲刮手骨、手指，係講腸胃有問題嘅時咪就啲刮，譬如2片，差唔多還有2片，咁就啲刮手骨嗎？做得啦。2片啦，大家可以講嘅，強調係腸胃哦。腸胃嚟講，你填這個手指頭，你就太衝勁。哦，2條係太衝勁，所以講你講胃腸我就刮2啦，刮2。哦，強容就食指，填啲啦，我哋大就對了胃腸改善了胃腸啦。哈哈，還有拇指呢，抬手指。你就肺經。哦，肺經，所以咪做得按用。按刮做得按刮，按刮。那講向那人頭痛咪做得按刮呢？哈？幾下假誒？真緊啊！不是要消炎嗎？喉嚨痛不是要消炎？你冇藥嘅給下做得，其實讀韓語嘅觀念來講，你沒有藥嘛？那你要去通知。臨時冇藥，痛起來。你來刮手指。咁問你，咁做得向下去看西醫嘅時間，有食到止痛消炎藥，要用刮做得。我當然做得啦。從此。做得。啊，太棒了哈！有加薪的好。加倍。咁我講到吼，你下個上班嘅人吼，做體育嘅人，記得處理腸胃嘅問題啊，吼肩膀酸痛。食當當因為講，我基本要聽他訓，嘛個你當當因為嘛個你有嘛個問題喎，其實嘛冇用嘅，是潮貴先啊，肉鬆訓，係咪？所以你要改善頭昏腦脹，要刮痧嘅。你刮了太陽穴就兩位嘛，兩位你按你刮了按刮點嘛做得刮，眉心兩位做得刮啦，兩面做得刮，夾刮。
所以性上俩系眉心，这样很舒服哈，舒服。来感觉会按摩哎，按摩，所以是讲到嘴目就轻微的。性上你这样刮一刮，等下感觉你俩有点疯疯哎，有点疯疯啊，这样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按摩刺激肌肉袂有微血管扩张啊。哈哈，还有一个中府穴是了位啊，了骨头了位的中府嘛。骨头两片，骨头当啊，骨头下。两片有一个锁骨，锁骨下位，到下下位的中府啊。哦，所以老乡亲朋友来讲啊，上面就是你大概是甲手指命一下，两边没有命到锁骨啊，锁骨的下位两片就是中府啊，呵呵，该还有嘛该？善终就在两条动望了位啊，两条挖条线了动望了位，呵呵，用了善终穴。这边是不是要特别注意？这清气越清越好。为什么？呛，因为这个摸用啊。哦，摸用哦，眼法都用嘛，该动注意好，每一项该提供。所以其实这边也是做对了，因为俩下呛的，有个俩摸用啊，从骨头啊，皮下落的骨头啊，你做乜同抬的啦。所以那大家来讲一下，其实大家有发现无？相信跳哪痛的时候，运动员做起运动袂爱行，跳哪痛。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太阳穴，自然的动作哦。对，这是自然，自然的动作啊。跳板你就按照发现讲啊，你对了又好过。哇，原来太阳穴，哇，原来按用你摆起，比如他痛在痛哎，反射动作按摩一下。反射动作，哎，你人就有反射动作，就按啊，所以发现讲哦，了解血头做得有按用该功能哈。自然那跳那痛就按用鼻按用呢。哈哈，只是又做去做到跳那痛，你知啊？啊，跳那痛，太阳穴咩咩啊，也咪系一种该放心吼。不过还有讲到两片，我大家来讲一下吼。其实刮痧过后，身体咪有嘛该反应。哎，你想来看一下颈松该反应。一般来讲，颈松的反应就讲吼，你嘅痛吼。因为刮过以后会痛嘛，那这一定会痛嘛吼，啊你刮了以后你会有得发炎，发烧，佮温烧，唔会讲一般的人都会发烧。如果是一下停，再个叫沙象就讲，你个一个风啦，雾点啦，来风点走出来，啊讲唔系正常的反应讲，你刮了以后，身体跳那混，啊又肿起来。做唔得，咁听人喺讲啊，刮了以后跳那肿起来啊，就咁样。有呢个混杂，吼肿起来肿得，佢刮好过后咪起到很好调息。一般来讲，刮起来吼，咪还是有劲性，系啊，还有力啦。你刮了以后，过去人算样摸你摸起力，上个俾打上强，安都做唔得啦。线上你像你，因为线上咪针灸嘛，对不对？咁你一架拄到按到个反杂，无有反杂是轻易刮痧么？我要看啦，太体吼，你刮痧这治疗效果摸针灸按好啦。哦，所以其实因是怪人讲系讲，你上回按摩是按摩，不过系讲刮痧还是可以选择针灸，针灸的效果会好好。不过系讲有反杂会是轻易个爱线上爱起都上会刮痧，你是什么样的？你系民讲你该挑起，你才会帮他刮。我看机吼，我会顺痧啦，给刮刮啦。按好哦，顺痧刮刮的哦，所以刮刮，那你大白刮的时候，你大白让你反正刮个尽量多了哈，都有很多被有出血，就一点一点，好明显，该种诶。较严重较袂啦，一般来讲爱刮好刮，但系我爱摸讲伊太哩刮，强哩刮。实际上爱做埋爱问题嘛，因为爱都错盘讲是会使去吹冷气吼，爱都当为一架乱关的，刮好是你系讲笑的呢，两片风，两条像那个永字八法的那个八，有没有八？很厉害呢。你刮脱了会吸少水的。哦，然后大家都经历是系了刮痧好，系过后个身体又容易咧保养。刮好的时间总得吹头风。总得吹风，因为刮痧等于讲你这个俩身体刮痧个微血管扩张嘛，俩。毛孔孔咪打开来嘛，你风多吹落咧就受风寒啦，受风寒啦。我得反查本意刮痧以后，记得刮了唔滴啊，个田风紧吹啊。因为佢热天冻嘅，因为佢刮好在体温又升高嘛，所以热是吹。啊，刮到转你就甩几年，甩几年啦。电都好气。我觉得老师心脏好像有一点。
可能要做，可能反差挂到同意，欣赏小秘密哈，咱们要注意。哎，还有咱们在洗冷水，咱们在洗冷水，那受了吹到风一时强冷，对，你还冲冷水，你就是直接不给冷。最好让你刮好好，会洗时的一定要洗少水。哦，错。咱们在讲刮好马上洗，做唔得咯。要2点钟以后。洗少水也强冷。系强冷。哦，所以刮痧刮好係講緊上係洗先看做唔得，做唔得。哎呦，因為有咪佢刮咧又嘅血管又微血管又難聽嘛，又空嘛，啊做唔得。做唔得嚇，來，你刮好過後，大家要講滿最好應該掃水，掃水，係，很刺激的東西，我們久了都做唔得食。莫講刮痧刮好，一定抹酒涼，起到身體變到凍素鬆時，一定抹酒咪做唔得。還有嚇做講提示兩之前還有講，先生做得當一刮麼？做唔得哦，我那一刮咧，我本身咧，我立瘡上樣啦，最多1禮拜刮1擺。最多1禮拜刮1擺。因為你啱啱聽人講過，你刮來講，它是下了氣，你平去下體咧，你的本身的氣咪下體咧，做咩等於刮最多1禮拜刮1擺。其實好，就等於啱講講，做埋啱袂按樣門，因為就等於佢個刮鬆黏，從黏到，因為其實都刮動舒服嘛。然後感覺以為一般啲心肝就會覺得，種刮痧對身體係好嘛。誒，上都是刮，上都是刮，做唔得。還有問題講吼，你為何你要上刮痧？表示講你刮了以後，身體冇好，冇按好嘅刮，佢表示你有問題，有困性上。加係依然，冇自家等於刮，就冇卡刮好過後又知道，用冇效後又刮，根本是冇效嗬。叫我困意線啦，困做平陽困意線啊。係，所以話基本啲貴食講到呢一下，咁你睇家嘅小寶係咪要留頭擺上嘅後冇強咯？我啲可能要當到嘅鄉親咪知道講啊，刮痧係啲啊，做唔得淋掃水啊樣嘢。不過基本啲先生講到好少，很好從頭解係嘛，解先生要大家都分享，誒做啲刮手骨，鏘刮嗬，咁啊刮之前為咗東西消脫皮膚會清強啲嗬，所以基本啲嗬非常感謝你嘅做先生喺度節目地度，讓大家都分享，總是懂了解、懂簡單嘅刮痧，冇想到按多而注意嘅地方，非常感謝先生，是冇先生。好，該聽下嚟做乜嘅咧？繼續嚟做論壇了。